Iron rice bowl.大家好，我係 IRV 嘅 Mike，今日咧想同大家講講1月21號立法會會議裏邊提及嘅書面同埋口頭質詢。咁我哋今日大概段片咧就廿零分鐘度。喺嗰日咧，係總共有問咗22條題目嘅立法會議員，主要咧係問及醫療體系改革啦、勞工及社會保障同埋北部都會區嘅土地規劃等等嘅結構性問題。22條問題裏邊咧，醫療同埋健康相關嘅題目咧佔最多，有6條，其次就係勞工福利同埋社會保障有4條。多個質詢咧都圍繞住施政報告同埋即將開展嘅15/5規劃去問嘅。勞工保障方面都有幾題㗎，政府喺數碼平台工作者工傷保障、露宿者支援、本地勞工優先就業議題上面咧，都提出咗一啲政策嘅制度方向。但係咧就冇乜點提及到就業權益、居住權同埋最低標準方面嘅工作啦。詳細去睇睇按政策分析去睇，咁頭先講咗有6條係問醫療及健康啦，詳細係問緊護士嘅人手、地區康健中心、社交媒體同青少年嘅健康、牙醫嘅供應、公共醫療收費改革同埋北大嶼山嘅醫院服務。嗰4條勞工同社會保障嘅質詢咧，就係問本地勞工嘅優先就業、樂齡科技、露宿者支援同埋數碼平台嘅工作者保護。另外都有4條係問創科同數碼轉型嘅，包括問咗數碼教育、AI 嘅應用、退役電動車嘅電池嘅處理，同埋單一電子鎖嘅物流計劃。有3條質詢係問及交通土地規劃嘅，包括問緊新界北嘅交通規劃、短期租約嘅應用，同埋北部都會區嘅專章立法。都有3條問題問及國家嘅經濟發展，包括咗問15規劃裏面嘅對接、中東嘅合作，同埋支援港人港企咧返內地發展嘅措施。亦都有一條問題咧係問文化體育旅遊產業嘅，係問及香港大型文化體育設施嘅供應咧，就是否足夠。好，我哋就逐條好快咁睇睇。先睇第一條，數碼教育推展。議員關注喺學校之間咧，數碼教育推行上面有冇落差，同埋教師喺應用科技教學嘅能力裏邊咧有冇落差。教育局就話咧，佢舉咗1年咧過去搞咗200個培訓活動，總共14000個培訓名額。當中咧90%半嘅老師咧係自評對使用電子工具咧係有信心嘅。教育局都強調咧，數碼教育卓越中心咧其實已經支援咗90%以上嘅資助學校。我哋係咁睇嘅，政府大量引用培訓節數同埋教師嘅自評信心咧作為績效嘅證據，但係未有提供咧學生嘅學習成果、學校之間嘅落差，甚至一啲低資源學校喺支援成效方面嘅量化指標，未觸及到生成式 AI 喺評估公平性同學術誠信上嘅風險，反映咗政策咧仍然係偏向喺供給端，偏向喺活動型而非成果導向。第二條我哋睇嘅係促進人工智能深化應用，係第2條嘅題目。題目問到咧，議員去問政府點樣去藉住 AI 咧推動具有傳統優勢嘅產業轉型，並且優化政府資助同埋電子嘅政府服務。政府列舉咧創科基金底下咧已經批出咗超過14億嘅 AI 項目資助，相關嘅研發項目咧總共350個，同埋已經成立咗呢 AI 嘅效能專組，計劃喺2026年前咧覆蓋100個公共行政程序，並且會為智方便同埋數碼企業身份咧加入 AI 嘅助理功能。我哋係咁睇嘅，回覆咧顯示咗政府喺資助基建同埋旗艦項目上面咧相當積極，但似乎咧幾乎冇觸及到 AI 治理、資料權利同演算法歧視呢啲制度風險，亦都缺乏咗針對中小企實際有幾採用 AI 同埋生產力嘅提升有幾幫到佢哋手。如果缺乏清晰嘅 KPI 同埋監管框架咧，AI 好容易咧就會變成一啲好多計劃但係好少落到地嘅宣示工程啦。
另外一條我哋睇嘅題目係第四條題目，公立醫院嘅護士人手。議員呢係憂慮醫管局縮減兼職護士同延任人手兩個措施會影響新入職護士訓練同病人嘅風險。政府強調護士嘅流失率咧由2023年嘅高峰10.9%咧，已經回落至2025年10月嘅6%。全職嘅護士人數咧亦都由28,865咧增加翻到去30,533。同期兼職人數雖然略減，但係延任同埋臨床督導人數上升。並且指出咧，唔應該以護士對病床比例咧去作為一個統一嘅指標。我哋係咁睇嘅，數據顯示咧人手狀況係有所改善，但係政府多年來一再拒絕制定任何形式嘅護理人手基準咧，似乎同審計署同過往立法會討論話冇指標難以監察質素嘅憂慮咧，形成一啲落差。喺推行收費改革同服務分流之際，如果冇清晰嘅前線安全底線咧，實際嘅壓力咧仍然可能係向護士嗰邊傾斜㗎。下一條我哋睇睇第七條題目，推動同中東國家嘅交流合作。議員關注咧，同中東國家簽署多個備忘錄之後咧，對雙邊貿易同金融科技發展合作嘅結構性影響。政府指出，中東係一帶一路嘅重要樞紐。行政長官分別率團出訪沙特、阿聯酋、卡塔爾及科威特，一共促成咗72份備忘錄同協議，涵蓋金融、創科、可持續發展等範疇。認為咧係有助鞏固香港功能性平台嘅角色嘅。我哋係咁睇㗎。回覆對簽咗幾多份備忘錄咧着墨甚多，咁但係甚少咧具體呈現相關嘅投資金額、實際落地項目或者對就業嘅貢獻，亦都未觸及地緣政治風險同埋 ESG 有關嘅要求。如果要說服本地產業或者國際投資者，政府或者需要由儀式性嘅外交走向項目級嘅 KPI，例如講清楚啲上市嘅數目有幾多、資產規律管理規模有幾多，或者雙向投資嘅規模有幾大。下一條我哋睇嘅係第八條。講緊嘅係退役嘅電動車嘅電池處理措施。議員關心退役電動車嘅電池數量急升底下咧，會產生嘅環保同埋安全風險。政府就指出咧，喺2022年至24年期間咧，大概有160噸嘅退役鋰電池經本地持牌設施喺作初步處理之後咧出口回收，並且透過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咧規劃本地回收設施，資助二次生命應用研究，以及喺2026年內就電池生產者責任制含追蹤系統及梯次使用咧去諮詢立法會。我哋係咁睇㗎，似乎而家嘅處理量咧仍然屬於一個偏低嘅水平，但隨住電動車嘅滲透率上升咧，我哋相信相關嘅基建同監管咧，遠遠咧係未跑前一步嘅。政府嘅方案咧，似乎係以正規化出口，再加未來 PRS 為主，本地高增值回收同埋二次生命產業咧，仍然停留喺示範同埋研究階段。如果冇跨境回收網絡同埋本地產能嘅時間表，香港可能會變成一個外判風險，而並非一個循環經濟嘅表現。下一條我哋睇睇嘅係第九條題目，支援香港人同企業咧去內地發展。議員質詢咧要求政府説明內地辦事處點樣可以更積極配合15五規劃，協助港人港企咧走進大灣區同埋借船出海。政府回應就話，各辦事處係透過資訊發布、主題活動、青年交流同聯繫內地部門等咧，同地方政府、商會合辦推廣會、配對會同埋考察團，去講好香港故事同埋吸引內地企業嚟香港，同時都協助港商咧去了解政策同埋找緊機遇㗎。我哋係咁睇㗎。支援模式仍然以活動同資訊為主，對港人常見嘅實務難題，例如稅務協調、社保嘅接續、跨境嘅子女教育，似乎缺乏一個具體性、制度性嘅解決路線圖，亦都冇評估到各類推廣活動對實際投資同埋就業嘅轉化率。若果真正要發揮走出去引進來嘅樞紐功能，香港或者需要從展覽式嘅支援走向結構性嘅跨境制度協調啦。下一條講嘅係政府土地嘅短期租約。
議員關注短期租約被長期續租，同短期呢個原意似乎唔太相符，並且詢問投訴續租同埋檢討嘅情況。政府解釋，地政總署係可以透過公開招標或者直接批出，以1年至5年，但最多不多過7年嘅定期咧去批出 STT 嘅。定係指出咧，大概1800宗直接批出嘅個案，累計嘅租期咧都超過10年。嗰啲係屬於公共工程影響嘅臨時安置、早年政府地牌轉租或者公共事業嘅用地。政府同時係宣布咗咧喺今年嘅首季咧推出最長21年嘅租期安排，以回應市場咧對投資穩定性嘅訴求。我哋係咁睇㗎，回應承認咗 SCT 制度喺歷史同埋政策演變底下咧，已經部分實質長期化。咁但係冇提出系統性清理或者重設門檻嘅時間表，只係強調個別個案有其政策原因。喺地價高企同社會關注土地公平使用嘅背景底下咧，如果冇一份定期公開嘅 STT 名單，佢哋嘅租金同埋續期準則咧，或許會持續引發公平競爭同埋尋租空間嘅質疑。下一條我哋睇第11條，社交媒體對兒童及青少年嘅影響。議員提到澳洲等地咧對未滿16歲使用社交媒體咧設禁令，詢問本港咧會唔會有展開科學研究同埋先導項目。政府表示重視身心健康，指出衛生署喺2025年成立咗兒童及青少年熒幕及社交媒體使用健康影響諮詢小組，目標喺2026年內發布更新嘅建議，並且會透過學生健康服務同教育局現有嘅指引加強家校教育，但係暫時就冇立法限齡嘅計劃。我哋係咁睇㗎。喺國際研究日益指出，社交媒體同青少年焦慮、抑鬱同注意力下降嘅關聯情況底下，香港嘅步伐睇嚟就偏慢啦。現階段仍然停留喺指引更新同埋健康教育層面。雖然本地社會對禁制式嘅立法未必有共識啊，但係至少就可以就平台設計，例如話默認家長控制、夜間推送限制、演算法透明度等等探索一啲監管嘅方案，而唔係淨係靠家長去自律承擔風險。下一條睇嘅係第12條，講及嘅係本地勞工優先就業。議員批評有企業濫用優化補充勞工計劃 ESLS 同非法勞工搶走本地工人嘅機會。勞福局強調喺本地勞工優先嘅前提底下係會俾真正有困難招聘本地人手嘅僱主去輸入外勞嘅。並且介紹2025年9月開始對侍應同埋初級廚師嘅新增要求，即係僱主必須要每週到指定嘅就業中心招聘會即場面試，並且引入按崗位計算嘅本地人手比例，而相關嘅職位比平均每月批出人嘅數字已經略為回落。我哋係咁睇嘅。回覆雖然展示咗程序同埋透明度方面係有改進，但係對行業結構性嘅問題，例如低工資長工時、欠缺職涯嘅前景着墨不多。只要餐飲業仍然係以低成本模式競爭，企業自然就會傾向輸入外勞，而並非提升工資同埋提升工作環境。若果 ESLS 檢討只係停留喺守門口，而唔觸及產業升級就更加難去保障到本地勞工啦。下一條睇嘅係第13條，推動樂齡科技應用。有議員關注高風險長者住戶安裝偵測系統嘅時間表同埋資助安排。政府重申已經透過多項基金同埋樂齡科技展推動產品嘅研發同埋應用，並且透露將會以先導形式為唔少於300個高風險嘅長者或者照顧者嘅家庭安裝偵測系統，目標喺2026年嘅第3季前完成。同時政府都會擴展社區照顧服務券，涵蓋輔助科技產品租用。我哋係咁睇㗎，喺香港快速邁向超高齡社會嘅背景底下以數百戶為單位嘅先導計劃規模明顯不足，亦都冇交代日後擴展到公屋同舊樓嘅財政承擔及標準為何。政府靠多依賴展覽同埋資助研發，但真正觸及產品點樣變得平價，又可以維修嘅公共基建呢個設計仍然需要係有待加強。第14條係牙醫同埋口腔護理人手嘅供應。議員關心喺修訂牙醫註冊條例之後，非本地培訓牙醫同埋牙科輔助人員招募嘅進度同流失嘅情況。政府表示，直至2025年底牙醫管理委員會一共收到22宗有限度申請，
有限度註冊嘅申請，當中19宗獲批，11人喺衛生署，8人喺香港大學任職。同時咧，牙科治療師同埋口腔衛生員嘅培訓學額咧，由2023年至24年學年嘅95個咧，已經增加到2025年26學年嘅220個。我哋係咁睇㗎，人手方面嘅回應咧，其實相對積極㗎，但香港對成人牙科服務嘅公共供應咧，依然極為有限，主要只係集中喺學童計劃同埋個別嘅針對性計劃。如果政府唔檢視口腔健康喺基層醫療同慢性管理當中嘅角色咧，即使增加幾多牙醫都好咧，亦都可能只係為私營市場輸血，難以咧係縮窄貧富喺口腔健康上嘅差距。下一條睇嘅係第15條公共醫療收費改革。質詢集中係講緊1月1號實施嘅新收費結構同埋醫療費用嘅減免機制，當中包括過渡期嘅安排同加強豁免嘅隊伍。政府重申咧改革有5大原則：承擔不減、能力與病情分級共付、高度資助維持約90%、強化貧急重危保障同埋分5年有序推行。並指出擴展醫療費用豁免咧，將會令合資格嘅受惠人數由30萬增加至140萬。而醫管局亦都會設置專責隊伍咧去處理豁免申請，並且設1至3個月嘅過渡安排。我哋係咁睇㗎，政府成功咧將改革包裝成為保障最有需要嘅人同埋減少濫用嘅雙贏，但係未有清晰交代點樣監察因收費卻步嘅情況，尤其是一啲低收入但係未獲豁免嘅人士。醫療券私營分流同收費改革之間嘅互動咧，亦都未被整體審視。從國際經驗嚟睇，收費調整往往會改變求診嘅行為。若果缺乏細緻監測同埋透明嘅數據，好容易喺不自覺之間咧，就會擴大咗健康嘅不平等。下一條係第17條，問及文化及體育設施嘅供應。有議員指出，大型文化及體育場地嘅使用率咧長期超過90%，限制咗舉辦大型活動嘅彈性。政府已表示咧，已經調整場地租用政策，例如將紅館重新定位為演唱會為主，並且提到東九文化中心等新場館將會喺2026年落成。同時透過工廈活化計劃及簡化大型活動審批程序咧，去支援文創產業。我哋係咁睇㗎，嗱，回覆承認咗場地供不應求，但係對北部都會區裡面嘅標誌性文化綜合體嘅具體選址、規模同埋財政模式咧，仍然係表達得比較含糊。嗱，當香港正值打造緊城市經濟，但未見就過度集中喺尖沙咀同紅磡或者多中心發展之間取捨，展開深入討論啦，亦未明確交代點樣防止未來出現大白象嘅工程。下一條我哋睇嘅係第21條，長者自住嘅物業差餉寬減。有議員建議咧，為冇租金收入嘅長者咧，自住物業提供專門嘅差餉寬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重申咧，差餉沿用一刀切嘅寬減，去維持制度簡單透明。指出若果為長者自住物業設立資格機制咧，除咗削弱政府嘅收入之外，亦都需要長者申報係咪自住啦，保存記錄咧，去供核查，同埋稅務署亦都要定期咧抽查同埋跟進違規個案，增加咗行政嘅複雜性。所以現階段政府無意引入資格審查式嘅差餉寬減，認為咧現有嘅社會保障已經為有需要嘅長者提供咗支援。我哋係咁睇㗎，政府對行政簡便性嘅重視係可以理解，但回覆幾乎冇處理過一啲資產豐富但現金貧乏長者群體嘅壓力，但都冇探討以資料整合，例如話稅務、社會保障、物業登記設計有限度或者風險為本嘅審批機制嘅可能性。當收費改革同長壽風險搭加上嚟，若果稅制繼續依賴物業租值而忽視現金流嘅狀況咧，長者居家安老嘅財政壓力咧，將會變得越嚟越大。最後一條就係第22條啦，保障數碼平台工作者。有議員關注咧，為數超過1萬以自僱或者自由工作者形式接單嘅外送平台工咧，喺工傷補償同埋勞工法例底下保障嘅真空。政府引述2025年嘅施政報告表示，已經成立咗數碼平台行業三方小組，正就咧工傷補償機制立法咧進行廣泛諮詢，希望為從事食物同埋貨物派送嘅平台工咧建立新嘅工傷補
補償制度，參考僱員補償條例嘅原則，同時能夠兼顧平台嘅承擔能力。目標喺今年內向立法會提交立法建議。對於是否通過立法確認僱傭關係方面，政府就表示現階段應該優先處理工傷補償，其他議題等日後喺三方機制底下再探討。我哋覺得喺工傷作為補償作為切入點，係政治上較容易達成共識嘅最小公因素。但若果長期迴避僱傭關係嘅界定，平台工喺最低工資、強積金、集體談判同工作時數方面嘅權益將會持續懸而不決。歐盟已經通過平台工嘅指令，新加坡同加拿大部分省份亦先後立法釐清咗平台責任同埋工人嘅權利。喺全球監管趨勢收緊之際，香港若果只係停留喺工傷一語，既難以回應本地工運訴求，亦都可能削弱其作為高標準國際城市嘅品牌。總體嚟睇啦，今個禮拜嘅議程高度集中喺講緊風險再分配，無論係公營醫療收費結構啦、護士牙醫人手啦、長者差餉以至數碼平台工嘅保護啦，政府都一再強調，只可以喺財政可承擔底下更精準咁將資源投向俾有需要嘅人。但係同一時間好多條嘅回覆都偏重係講原則同埋列舉措施。缺乏嘅係具體監測嘅指標，例如醫療收費改革因為費用改革之後卻步嘅比例啦，平台工傷嘅頻率變化啦，都令社會難以判斷改革究竟係微調資源啦，還是係轉嫁風險嘅。第二，喺對接國家策略方面，從15規劃北部都會區嘅專章立法同埋內地辦嘅支援港企中東嘅合作，可以見到一套經常講嘅説話啦，就係香港要發揮功能平台嘅角色，要背靠祖國，要聯通世界。呢度敘事喺政治上係十分穩健㗎，但如果缺乏具體嘅量化路線例如話每年需要新增幾多創科同埋綠色金融產值，而北都又需要引入幾多嘅高端產業項目嘅話就容易淪為永遠在對接、很少再交付嘅狀態。北都專章立法更加突顯一個張力，就係如何喺加快發展同維持立法會同社會對重大空間權力下放監督之間取得平衡。第三，從多個議題去睇包括數碼教育、社交媒體、AI 同樂齡科技當中睇到政府其實已經意識到科技對教育、健康同長期照顧者帶嚟嘅深層變化。但政策工具大多數仍然停留喺培訓、活動同資助研發方面。面對生成式嘅 AI 平台經濟同埋數碼成癮，未來更需要嘅或者係制度級嘅設計，例如數據嘅治理框架、平台責任嘅界線同公共數碼基建嘅公平接入，而唔係只係單靠專題中心或者一次性嘅基金計劃。最後今次嘅質詢反映咗立法會議程喺開會之後就逐步由單一事件走向結構性嘅議題，問及醫療嘅可持續性、勞工嘅新形態、城市空間嘅再分配，同埋香港喺國家同全球經濟底下嘅秩序位置。要令呢啲討論真正出圈成為公眾話題未來嘅政策溝通需要更加大膽咁公開數據，設定可以檢視嘅時間表，並且正面去處理各種嘅利益衝突，唔好淨係用全面、均衡、漸進呢啲抽象語言去回應啦。呢個就係啱啱1月21號嗰22條立法會問題政府嘅回應同埋我哋嘅分析。如果你都對我哋嘅分析有興趣，想睇我哋嘅完整版本嘅時候可以 follow 我哋嘅 IG 啦，或者去我哋嘅網站 www.iamriceport.com 裏面有個叫 Policy Express 嘅 bundle， 大家 subscribe 就可以睇到全文記錄㗎啦。咁今集講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